準備收錢啦 ！Don't Throw Me 帶你一步步完成 Stripe 嘅設定教學。Hello，Don't Throw Me 嘅買家，我哋超級開心，歡迎你加入我哋嘅市場，開始你嘅賣嘢旅程。為確保你可以安全快捷收到錢，我哋用一個可靠嘅付款系統 Stripe。Stripe 係你嘅安全電子錢包，佢會幫你將買家嘅付款安全轉去你嘅銀行戶口。開始之前，請準備好你嘅香港身份證同你嘅銀行卡或者銀行帳戶資料。第一步，登入你嘅 Don't Throw Me 帳號，點擊你嘅個人頁面 icon， 見到一個寫住 Plus Stripe Connect， 點擊進入。有一個寫住註冊 Stripe 步驟嘅頁面，拉到最底，見到一個寫住 Plus Stripe Connect 嘅按鈕，點擊進入。你會去到 Stripe 網站，電郵地址已經自動填好，只要撳 Submit， 跟住設定一個密碼，建立你嘅 Stripe 帳戶。記住你嘅密碼，點擊 Submit。為安全起見，你需要設定雙重認證。喺你嘅電話上打開 Google Authenticator App， 撳加號，點擊 Scan a QR Code， 掃描螢幕上嘅 QR Code。你會喺你嘅電話上見到一個6位數字嘅驗證碼。返去電腦嗰邊，點擊 Next， 輸入你電話上嗰個6位數字驗證碼，點擊 Next。而家輸入你嘅資料，見到 Business Type， 點擊 Individual， 點擊 Continue， 然後填上你嘅姓名、出生日期、住址、電話號碼同香港身份證號碼，點擊 Continue， 見到 Industry， 點擊 Retail。再點擊 Clothing and Accessories， 見到 Website， 輸入 www.don'tthrowme.com， 見到 Product Description， 輸入 We sell second-hand household products， 點擊 Continue。而家設定你嘅收款帳戶，輸入你嘅姓名，輸入你嘅銀行名稱或者銀行代碼，揾返你嘅銀行，輸入你嘅分行號碼。以 HSBC 為例，分行號碼係銀行卡號碼開頭嘅3個數字，將餘下嘅數字輸入作你嘅戶口號碼，設定你嘅收款時間。我哋建議揀每個星期一自動轉帳。點擊 Continue， 見到 Statement Descriptor， 輸入你嘅姓名，見到 Short Descriptor， 輸入 DTM， 點擊 Continue， 就快完成啦。見 Climate Contribution， 按你自己喜好揀就得啦。見 Sales Tax， 點擊 Not Right Now， 檢查你填好嘅所有資料，同意條款，然後提交你嘅申請。做得好，而家去檢查你嘅 email， 你會見到一封嚟自 Stripe 嘅 email， 點擊連結去驗證你嘅 email 地址，之後登入你嘅 Stripe 帳戶。Stripe 可能會要求你輸入一個驗證碼，喺你電話上打開 Google Authenticator App， 攞返個驗證碼，然後輸入。最後，你需要驗證你嘅身份。喺提示框入面撳 Start 按鈕，見到 Missing Required Information， 點擊 Update， 點擊 Verify with Photo ID， 點擊 Agree and Continue。你會見到一個 QR code， 用你嘅手機掃描嗰個 QR code 完成驗證，跟住你手機上嘅指示操作，將手機對準你香港身份證嘅正面。Stripe 會自動拍攝香港身份證嘅相片。而家點擊 Submit Photo， 準備拍攝身份證嘅背面。有啲人可能會影唔到身份證嘅背面，呢個情況下點擊 Having Trouble， 點擊 Select a File， 上載一張相片或者即場拍一張你香港身份證背面。Stripe 可以由相片辨認到你嘅香港身份證。而家點擊 Submit Photo， 完成啦。當你提交咗身份證之後，就全部搞掂啦。你唔需要再做其他嘢。
你可以翻去你嘅 Don't Throw Me 個人檔案頁面，確認加 Stripe Connect 嗰個按鈕已經唔見。盡情賣貨吧！